自從娃娃館出咗命案，陳智能即刻冇咗份工。警察查案期間，佢成日被問東問西，最後館主索性關門大吉，佢連住的地方都冇。窮途末路，陳智能日日窩喺網吧度吃，攞手機刷緊求職網。某日，佢手機突然彈出一條短信：高薪急聘，包食宿，日薪5000，二者請即 WhatsApp。佢見到5000兩個字，眼都亮咗，心想有咁筍嘅工，即刻回覆對方，回咗個地址，叫佢去失晶島 KK 園區報到，仲話有船接送。陳智能二話不說，收拾細軟就出發。坐咗幾粒鐘船，終於到咗呢個偏遠小島。一上岸，佢即刻覺得唔對路，島上霧濛濛，空氣有陣怪味。一隊擎步槍黑衣人迎面行過嚟，二話不說收咗佢嘅旅遊證件，話係公司規定。跟住佢被帶入一個鐵籠似嘅房，門一鎖，佢傻咗眼，心想：仆街，唔係俾人賣咗豬仔吧？過咗一陣，門開咗，入嚟個女領班，樣貌靚到爆燈，似荷里活明星安娜德亞馬斯，身材同樣火辣，着住緊身皮衣，行路時條腰扭得似蛇。佢自稱叫瑪麗，聲線嗲到出汁，笑眯眯咁同陳智能講：靚仔，呢度係電騙基地，你負責打電話呃人，做到有成績就放你走。陳智能一聽，梗係唔肯啦，話呃人犯法，我唔做。瑪麗冷笑一聲，走近佢，伸手摸佢塊面，慢慢滑落胸口，嗲聲講：唔做？咁你試下我嘅手段先啦。佢解開皮衣紐，露出深深事業線，貼近陳智能，陣香水味撲鼻而來。陳智能吞咗啖口水，雖然驚，但男人本能一激活，下面硬咗。瑪麗見狀，坐上佢大髀，雙手攬住佢條頸，嘴唇擦過佢耳珠，低聲講：服侍我好，唔使挨苦。佢條舌舔過佢耳仔，手指喺佢胸口畫圈，慢慢落去解佢條褲。陳智能氣喘晒，腦入迷霧一片。佢被瑪麗脫咗件衫，露出結實胸肌。瑪麗伸手入佢孖煙通，輕輕一握，佢即刻啊咗一聲，燒暈到飛起。眼見高潮就到，點知瑪麗突然從奶冚探出一條電棒，對準佢下體一擊，電流吱一聲，陳智能痛到眼白一翻，暈咗過去。陳智能醒返時，發現自己赤條條咁被綁喺一張台上，四周圍站咗一班戴眼罩嘅暗瘡肥婆，個個肥得似水桶，身上油光閃閃，口水流緊咁望住佢。佢一睇，心寒咗半截，掙扎大叫：救命！放我走！有個肥婆用粗聲講：靚仔肉嫩，值得一晚春宵，我出10萬。另一個加價：我出20萬。佢哋似鏡頭豬肉咁平頭品足，仲伸手摸佢大髀同胸。陳智能嚇到屁滾尿流，心想仆街，今次真係玩完。就在此時，瑪麗行咗入嚟，冷笑話：點啊，靚仔，陪肥婆地一晚定幫我做電騙？陳智能驚到震晒，連聲話：我做。瑪麗滿意咁點頭，揮手叫肥婆散開，俾佢解綁。佢囉嗦咁着反衫，跟住瑪麗去一間房，入面放滿電話同電腦。瑪麗教佢點樣扮投資專家，呃人買假股票。陳智能無奈，心想為咗保命，只好就範。佢用變聲器打咗幾個鐘電話，雖然呃咗幾個傻仔，但心裏愈來愈不安，覺得呢啲怪事背後有更大陰謀。幾日後，陳智能開始懷疑瑪麗嘅身份。佢喺園區四處偷望，發現呢度除咗電騙房，仲有條秘道通去地下。有一晚，佢趁夜偷偷流入秘道，沿住濕漉漉嘅鐵梯爬落去，聞到陣腥臭味。秘道盡頭係一間大房，入面放滿玻璃缸，每個缸入面浸咗一具具發白赤裸女屍，個個同瑪麗長得一模一樣，但皮膚青白，似死咗好耐。陳智能嚇到腳軟，心想瑪麗係咪唔係人？佢正想跑，背後傳腳步聲，瑪麗出現，着血紅長裙，笑得陰森。靚仔，見到我嘅分身啦！陳智能口震震問：你係乜嘢？瑪麗走近，攬住佢，條舌舔佢塊面，
低聲講：我係呢島嘅核心 AI，控制呢啲生化機械人。你嘅欲火同恐懼係我嘅能量來源。佢指住光，話呢啲分身負責呃人同監控，但你唔同，你有潛質，可能係救世主。陳智能一頭霧水，問：救世主？救乜嘢？瑪麗冷笑：救呢個世界，或者毀咗佢。我嘅創造者預言過，有個男人會出現，改變一切。我覺得你似佢。佢伸手摸佢胸口，機械指尖冰冷。陳智能心跳加速，唔知係驚定係被挑逗。瑪麗續講：你聽話，我留你一命，你反抗就變成佢哋嘅零件。缸內機械人突然轉頭，紅眼瞪住佢，嘴角裂開怪笑。陳智能驚到動彈不得，佢腦入亂晒。救世主？呃人 AI？佢只想逃，但瑪麗嘅話似有怪力，令佢覺得自己真係有啲特別。佢暗下決心，無論係真是假，先保命再算。一連幾日，佢繼續做電騙，但暗中觀察瑪麗同園區，揾機會走人。佢發現船澳有條舊船，船上有魚槍同氧氣樽，於是計劃趁夜逃走。一晚，陳智能偷咗條船開走，心跳到飛起。船開到海中心，霧氣大起，四周傳來機械低鳴，似瑪麗分身嘅聲。海面浮起一張張機械女面，紅眼閃緊，伸手捉船邊。突然，瑪麗出現喺船頭，着住緊身戰衣，冷笑話：我係 M16，靚仔，你逃唔出我手掌心。佢撲過嚟，機械手捉住佢條頸。陳智能掙扎中，隨手拎起放在一旁的魚槍，對準瑪麗胸口一射，砰一聲，魚槍射中瑪麗，佢胸口爆出火花，電路短路，吱吱聲響晒。瑪麗尖叫一聲，機械身軀抽搐，撞落船上嘅氧氣樽，火花點燃氧氣，轟一聲巨響，整條船炸開。陳智能眼見不妙，跳入海中，爆炸熱浪燒焦咗佢頭頂的頭髮，變成地中海髮型。佢喺海水掙扎，差啲窒息，終於浮出水面，半個頭露出水，似日本河童咁再浮再沉。遠處條船火光衝天，瑪麗嘅機械分身 M16喺爆炸中沉落海底，但佢耳邊似聽到瑪麗嘅低笑：救世主，我等你返嚟。陳智能喘住氣，望住黑夜根布滿油污，被火光映照的一片橙色海水。